講起上水呢個地方，唔知大家會諗起啲咩呢？係繁忙嘅口岸，定係充滿人情味嘅舊墟？喺呢個充滿活力嘅地方，每個人都為咗生活努力咁向前衝。今日帶大家嚟到樂康軒位於上水彩園商場3樓彩珠樓露天平台326及328號鋪嘅分店。哇！呢度嘅環境好舒服喎，光線充足，貨品種類又齊全。係啊，我哋想俾客人一個最安心、最舒服嘅購物環境，令佢哋放心將健康煩惱同困惑交俾我哋。但其實好多時候要令客人喺聽完產品介紹之後，就相信產品有效，可以幫到佢，唔係一件容易嘅事。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個關於信任嘅故事啦。大概係1年前左右，有位客人入咗嚟，佢話喺網上得知有 N 大紅外線治療儀呢件產品，所以上嚟了解下。原來客人有個相當罕見嘅病，白色萎縮症。佢係一種會導致微絲血管堵塞，令皮膚反覆出現疼痛性潰瘍嘅病。但無論係去睇醫生食藥，定係嘗試坊間嘅偏方，情況總係時好時壞，冇辦法完全根治。客人都坦言話，其實對我哋嘅產品都冇抱太大期望，因為呢部聽落就係會發熱嘅紅燈，點可能會有幫助？我係完全可以理解呢位客人嘅心情同質疑，所以我冇急住去推銷。我慢慢同客人講解返呢部機嘅原理，係用特定嘅單譜紅外線促使身體釋放一氧化碳，從而擴張血管，改善微循環，從根本咁去促進血液嘅流通。但其實理論講再多都唔及親身體驗有用，所以我準備好衛生用品就俾客人即場試機。之後過咗1個禮拜，佢返嚟揾我，佢話原來紅外線真係有用，原本又乾又繃緊嘅皮膚變得柔軟咗，傷口周圍嘅刺痛感都減輕咗。客人親身見證到個改變，所以消除晒佢心中嘅疑慮。佢最後決定要買一部返屋企用。之後嘅幾個月，我哋都有保持聯繫。客人話傷口嘅愈合速度加快咗，乾燥甩皮嘅情況都改善咗好多。最重要嘅係不停復發，出現新傷口嘅情況冇再發生過。從當初帶住好多疑慮嚟，到最後成為產品最真實嘅見證者，呢份轉變唔單止係認證咗產品嘅效果，更係對我哋提供有實證根據嘅健康方案嘅肯定。一件產品背後承載住嘅係一份專業、一份關懷，同埋最重要嘅信任。